主后2023年9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敬畏做根本的智慧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箴言》31章第10节到31节。有才德的妇人人，啥人找得？伊的价值大大超过珠宝。伊的丈夫信赖伊，啥物拢无欠缺。伊一世人互丈夫有利益，无损害。伊找羊毛甲幼麻，甘心亲手做工。伊亲像上船，对真远的所在运美娘来。天未光，伊就起来，准备食物，互家内的人，将应该做的工课分派互女婢。伊找到佮意的土地，就买起来，用伊的手所趁的栽种葡萄园。伊穿衫闭扎，准备好势，手骨严硬，通出力工作。伊知所经营的顺利有利益，伊的顶规暝点光光，伊的手提鸭仔，伊的手心换纺车。伊伸手拯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赞善车人。伊免为着落雪为家内的人烦恼，因为全家拢有旧衫通穿。伊为家己做水的毯仔，伊所穿的就是幼麻布甲紫色布做的衫。伊的丈夫伫城门口，人人拢捌伊，因为伊甲本地的长老做伙坐。伊做幼麻布的衫去卖，阁卖腰带互生理人。伊用气力甲威仪做衫穿。伊想到将来的景况，就笑眯眯。伊开喙讲智慧的话，伊的舌有仁慈的教示。伊够料理家内的事，无食用饭。伊的囝儿困醒起来，就甲伊祝福。伊的丈夫嘛称赞伊，讲妇人人好德行的真济，毋过你上好。外表好看是虚假，水嘛是空空。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，会得到呵乐。伊的手所做的成果，着甲伊肯定。伊所做应该伫公众面前得到称赞。用敬畏做根本的智慧。箴言31章收录两大段，上半段第1到第9节是一位君王的老母对囡仔的劝勉，下半段第10节到31节是称赞贤惠的某的离合诗。离合诗就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排列的诗，方便教导记忆。虽然这两段看起来无直接的关联，不过就笔者观点，本章箴言相当适用伫婚礼的场合，对新人的勉励。一方面，勉励做囡仔的，应该爱有家长、族长领袖的典范。第二方面是劝勉做新妇的，安怎扮演好另外一半的角色，尽心尽力甲伊的翁婿来配搭。简单讲，拄亲像礼记大学所讲，吉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伫本章上半段，母后的谏言直接指出人性实际面对的软弱甲有限，提醒做君王的
搁较着谨慎。若袂晓节制欲望，创情伫酒色，就会亲像前一章所讲，互欲望诚做蔓延袂花的火。作为一家之主，还是国家领袖，需要谨慎判断甲分辨，做每一件代志拢着合宜，安尼才会当符合社会的需求。因为安尼，武互温切劝免做君王的囡仔，爱维护孤苦无依的人的权益，照正义判断，互官兵会当稳固定军伫公义的基础。今仔日所读的第17到31节，是对贤惠的某的描述，看起来若像是要求女性诚做安怎样的好嫁后，却也提醒想要结婚的人，毋通用外貌来评断心目中的理想情人。本段经文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论述，总是对今仔日的婚姻来讲，这段劝勉也有伊的重要性。每一个人对家庭甲婚姻的期待，肯定拢有各自想象的美好情景。不过，婚姻并毋是梦幻的童话故事，是夫妻安怎彼此委身、互相成全的生活见证。本段对贤惠的某的定义，看起来是严苛的，却也是经营婚姻甲家庭的困难所在。无论安怎，夫妻双方拢需要彼此协力，伫无同的代志顶面尽心，才是对婚姻上水的展现。箴言具备一致性甲普适性，毋但展现对人的关怀，也极重视公义，搁强调智慧。人对智慧的追求，常常局限伫提升个人的财物、能力甲权力。箴言的信息却甲这相反，强调只有敬畏上主，才会当得到智慧，受到乐乐。政治观无所追求的社会稳定甲和平，不过是公义的附加价值。真正的公义是互逐个群体，无分贫富、老幼、性别、种族，拢会当保有各自的尊严。安尼，人类社会才会当长治久安。上主互世间人拢拥有伊的形象，只有敬畏上主的人，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智慧。咱来默想，伫家庭生活中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身份，也扮演无同的角色。我伫这中间有倒一寡需要改进的所在。伫家庭生活中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身份，也扮演无同的角色。我伫这中间有倒一寡需要改进的所在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感谢你用百般的智慧教导我，搁明察我的软弱甲限制。虽然我时常犯罪，你犹原用丰盛的慈爱甲怜悯陪伴我，带领我行过人生无同的阶段。我愿常常甲你同行，求你用真理的话语引带我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